好，今日分享一個在家自己靜宅的方法，簡單操作，只要虔心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。好，依家我哋正式開始。好，首先我哋準備一個乾淨未用過嘅杯，杯裏面裝純淨水或飲陽水都可以。好，然後左手三山拳，中指和無名指彎入掌心，然後右手無名指彎入掌心，大拇指壓住。好，我哋左手三山拳托住個杯，右手無名指彎曲，大拇指壓住指甲部位，右手依附在杯旁邊，然後對杯中水念此口訣：九鳳翱翔，破衛十方，仙人引導，出入華房，朝揭玉帝，拜揭上方，敢有不信，寸斬滅亡，急急如九鳳破衛真君律令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右手無名指沾水，跟住右手掌心反向上貼住杯，無名指往前彈出，此動作重複操作，可以在家中灑淨每一個角落，特別是陰暗長期不見光或者冇人住的房間。OK， 今日分享到呢度，福生無量，再見。